2019年的时阵，中营航空的员工罢工，即马公司咧是对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来提告，要求来赔偿3400万的损失。也毋过今仔日2审的判决出来，中营航空有关是败诉，工会是来呼吁公司莫阁浪费资源去上诉啊。前工会甲行出台湾高等法院的民事庭，通知空服员职业工会的成员，伫知影2审佫一摆判决中营航空败诉了后的结果，表示讲，中营伫疫情过后是大量增班，空服员和地勤拢过劳，公司若要开资源继续来上诉，不如把资源留伫改善劳工的劳动条件和改善过劳的制度。我们工会立场是呼吁公司不要再浪费社会资源继续上诉了。5年前公司提告我们违法罢工，造成很多会员跟社会大众对工会的不信任，但事实上证明工会才是对的。2019年，中营的空服员为了要争取改善过劳的航班，是发起罢工的行动。17天的时间是创航空业上长的纪录。中营航空对这是向法院来提起民事的诉讼，要求工会成员赔偿3400万块。2022年1审方判决败诉，迄当阵中营是回应讲对判决是真违宪，会阁照法来提起上诉。公司主张说工会这边有一些可能在决议或程序上面有些问题，那他认为说这些问题造成了公司有受到损害。不过如果以驳回的角度来看的话，目前看起来他们的主张是没有被采纳。工会讲，面对疫情过后爆炸性的增班，已经是2015年以来上严重的程度，甚至有空服员伫8时阵破百，连续14天，干那向2天的情形发生，呼吁要较紧来改善空服员和地勤人员过劳的问题，避免佫一摆来发生大规模的劳资争议。中营航空伫新闻做好进程拢也未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